继续来看刑事局抓到一个诈骗集团，专门偷取中国民众的存款，有2亿，互因摕过手。这个集团利用深伪技术，做被害人面部的影片，顺利通过身份的验证，移转到被害人的存款。嫌犯佫透过马斯克的星链传输来闪避到检警的查缉。这件嘛是台湾抓到的第一件诈骗集团利用星链甲深伪技术来犯罪案件。诈骗集团伫咧摕到被害人面部的相片了后，利用 deepfake 深伪技术，生成被害人面部的验证影片。因利用这个手法，顺利通过数字人民票 App 的验证程序，搁再用进前骗到的被害人个资，成功连接被害人金融口座，骗到存款。国内系统商在向调造商取得被害人照片后，以 deepfake 软体录制并产出验证影像。诈骗集团的基房先透过钓鱼的信息骗到个资，搁透过中国犯罪组织调照商摕到被害人的相片，利用星链技术传给系统商。系统商使用 deepfake 深伪技术，生成被害人面部的验证影片，连接数字人民票 App， 为被害人的口座偷摕存款。警方初步查出，被害人拢伫咧中国有50个人受害，总诈骗金额大约是2亿。压地上，控制他。警方根据线报，伫咧台中北屯的公寓查到林姓相关组织的系统商，因大量设 WeChat、QQ 甲 Apple ID 等口座，卖互境外诈骗基房使用。同时，佫查到无爱林姓金主秘伫咧泰国提供星链设备，互境外基房利用 Mask 的星链信号做跨境的诈骗。发现幕后金主林姓犯嫌藏匿于泰国，即透过刑事局国际刑警科协请泰国移民总局。查缉林险到案，这是台湾查到诈团利用星链深伪技术犯罪偷勒，因为星链设备敢若需要一个细细的爱接收天线甲网络分享器，方便查，佫无啥高电信，嘛增加警方追查困难。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